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今日嚟玩呢隻遊戲啊。咁我都唔知咩遊戲咁，應該大家都好熟悉，近期好紅嘅。咁就係而家嚟抽獎。2018年，我哋冇嘢，抽多一次。2006，我有啊，我有88種皮嘅中場。有啲我選擇困難症，我選擇抽多一次，係抽到一個好啲嘅90種皮。然後你要再抽2014，揀下一個，我揀 RB 嗰個，跟住呢度我揀咗德國嗰個龍。3種皮，仲有美斯，我揀咗一個前鋒嘅瑞典，然後2014嘅意大利，我揀咗後衞，跟住呢度，哇，兩個勁，跟住我揀咗RM 英格蘭，我揀 LM 英格蘭89種皮，哇！我揀咩咧？我揀呢個，跟住我將佢兩個調位，跟住我可以揀埋呢個90種皮定89，我唔記得咗。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，拜拜！提示本條片不設字幕。